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爱妈妈。这十几年来，本土语言是愈来愈受到重视。伫国家语言法内底写的国家语言，除了各族群、各地方的自然语言，嘛包括台湾手语。啥物叫做台湾手语？台湾的手语是个安怎来的？咱今日做伙来认捌台湾手语。来去百货公司坐流浪，这本册已经伫线顶册店拢有通买啊。这本册讲过去的人去倒位佚佗，生活中有啥物娱乐？出外旅行，伫室外咧运动，学音乐，看表演，也阁有踅夜市、踅百货公司。这个活动甲兴趣是安怎伫台湾开始实行？100年来有发生啥物变化？大家伫线顶拍舞、考舞拢买会着，伫读墨、蕊木，若是电子册甲有声册做伙买，也有拍折，请大家去线顶册店交关。人类伫无法度讲话，也是耳孔较歹听无啥有的时阵，自然会用笔的。听无的人因用手语的历史是真久长，毋过手语互人承认是一种语言，是无偌久进前的代志。第一个有去研究手语的系统，佮甲整理出来的是一个法国神父，伊伫1760年就开一间教育遮的人的学校，佮编一本手语的书典。后来这个方式嘛传去到美国。美国第一间收遮听无的囡仔的学校是伫1817年，日本人嘛是差不多迄个时代开始设学校。真侪人知影台湾南北这两间收听无的囡仔的学校是日本人创立的，较少人知影的是台南迄间比台北较早设，主要是因为这间是甘威林牧师伫1891年就创立啊。迄当阵，因是专门互目睭无看的人咧读的学校。日本人来以后，才变做一间主会院，佮较慢才改做盲人学校，专门收目睭无看的下教佮听无啥有的学生啊。这间到今也佮伫的，是台南的特殊教育的学校。伫日本时代，这间学校号做私立台南盲哑学校。伫台北一间号做木村盲哑教育所，这两间拢有咧教手语，毋过是日本人用的手语，而且因为因迄当阵请来的先生无共款，所以因教的阁是无共系统的日本手语。伫台北这间学校教的是东京的系统，伫台南学的是台版系统的手语。过去的交通、南北的交流拢无遐尼方便。所以伫台湾的北部甲南部教的手语无相共，两边慢慢发展出来的手语嘛无共款。后来伫台中的学校，因教的就甲台南较相共，敢若有一寡词类是台中才有。我想到的一个问题是，若遮个学生学的是日本来的手语，安尼即马伫台湾比的手语，伫日本敢比会通？这100多年来，台湾手语嘛有咧变化。尤其是伫战后的发展，所以甲日本的手语是愈来愈无相共。伫10几年前，台湾手语甲日本手语差不多各有6成的词类是拢会通的，到今敢若剩2成。毋过至少若2成会通，比我这款完全袂晓讲日语的佫较好。即马讲到的台湾手语甲别款语言拢相共，是一直咧变化。台湾手语的来源至少有4个，一个就是自然手语，就是无人教、无系统，毋过会当甲别人交流的笔法。另外一种就是迄当阵为日本传过来的。第三种就是战后为中国来的，也佫有上尾仔的一款，就是为着遮新的变化甲新的词类发展出来，佮创作出来。战后中国的手语嘛传来到台湾。伫左营办的迄间启英学校，伊校长迄当阵是中国启聪学校毕业，所以因教是中国的手语。因为无共学校教的拢无相共，
过去台湾的手语就毋哪一款，就像台语有无同的腔口，台湾手语同一个词类伫南部北部嘛拢有差，同一个地名在地人也是别位的人，因的笔法嘛无相共，毋过因也是比会通，知影对方是咧比啥物。严格讲起来，台湾无一套完全标准的手语。即马真侪手语的先生嘛主张着爱尊重逐个人的用法、应用的词类，甲尊重这地方的差别。手语是真早就有，毋过伫语言学界内底，一直到1960年代，才甲手语当作人类自然的语言，才开始有手语的研究。有人会想讲，手语的词类遐尼少，确实台湾手语目前是6000几字。毋是真济，毋过手语是有法度发展出更较济的词类，若有更较济人使用，就会当创作出更较济的词类。因为基本上手语的笔法有包括4个元素，一个是基本的手型，就是安怎比；第二个是位置，就是手放的所在，是放悬，是放低，是伫面头前，是伫耳孔边啊。第三个元素是会震动。手语伊有方向，为倒边到正边，也佫有动作。第四项就是比出来是手盘也是手底，意思嘛无相共。刷落来也佫着看表情、目睭、目眉、头的动作。所以伫手语的使用的时阵，会当点头，会当摇头。丢除的时，头若加淡贵的，就表示有可能。目头若甲做伙，也是目睭瞪足大蕊。一般是代表是问题，也是征求对方的意见。所以台湾手语伊基本的手型有62个，敢若位置都有22个，佮加上这个手势会当耍叮当，面的表情。所以照你讲，咱会当讲出来的，用这4个元素拢总斗会出来，伊会当表达的意思是足济。有的人叫是手语是一字一字落比，其实手语有家己的结构甲文法，甲咱讲的话无一定就要相共。手语也会当照意思也是图形来比，无一定就要按照字句。就像要比政治人物苏贞昌，因会先比光头一字，才个比冲冲冲这3字。因为手语目前的字数无真济。所以真济较特殊的名，像国家也是一寡专有的名词，要比的人就要家己想安怎表达较好。也像一寡新的发明，咱若是用台语，也是要用华语来讲，嘛是就要有人先去创作出迄个词类是同款的意思。我细汉的时阵，抓准手语是有人发明的，所以全世界的手语拢总共一套。若晓比的人到全世界就拢会通啊！后来才知影，我想的是伤简单，甲语言的发展相共，当然是无共所在，就有无共的手语，无共的比法。即马全世界有300多种的手语，虽然因拢无共款，毋过这所有的手语有一项是相共的，就是因的动作、动词拢是放伫上后壁。这甲台语也是华语也是英语的文法拢无相共。像讲你敢要来阮兜，用手语的笔法会变做先比阮兜你要来，因为是一个问题，所以就要佮加上疑问的表情。这动词放伫上尾啊，甲韩国语、德语是相共的，因为手语的语法甲华语无共款。所以教育部伫1970年代尾期就定一套教材，以华语口语的讲法来教学生安怎比手语。迄当阵的理由是，互这个学生比的手语甲伫册内底看到的字句相共，安尼因要学较紧。即套互做文法手语，就像较拄仔讲的迄句，你敢要来阮兜？是按照华语一字一字比，你要来阮兜无？即卖的先生已经无搁强调，就爱教即套，因为即几冬实习了后，学校内底的先生就发现，
这对遮的学生啊，就亲像因得爱搁订学另外一套语言，尤其若要教一寡较基本的学科是无啥物帮助的，而且这套要比加足歹比，真无实用，所以平常用会到的机会嘛较少。咱即马要安怎知影台湾咧比的手语是生做啥物款？伫1970年代，有一个美国人或者苏文翰 Wayne Smith， 伊去调查研究整理出来。伊伫40外当前写的博士论文，就是写台湾手语的动词变化。这个人原本是伫1960年代来台湾学华语，伊煞无张伫发现台湾手语足趣味的。后来伊先转去美国读一个特殊教育的硕士学位，搁来台湾研究台湾手语的结构甲文法。伊嘛伫台湾开手语课。伊甲丁立芬老师写的手语教材手会生叫，是真侪人咧使用。这个美国人也阁真敖讲客语，所以客语电台有袂少伊的采访，大家会当去线顶看。即马已经有台湾手语的线顶书店，是台湾第一个研究手语的语言学家戴浩一，伊伫中正大学的研究团队做出来的。这个手语书店有录影，也阁有挂华语甲英语的解说，互民众会当伫线顶家己找。我过去拢叫是耳孔若听无臭耳人的人，就是爱比手语甲别人才会当沟通。其实台湾目前耳仔毋好听袂清楚，就是听障的人口有12万人，毋过真正会用手语会比的敢若2万至3万人。有一个原因是手语得爱学，搁定用才会晓比。另外一个原因，毋是所有遮的听障拢总无口语的能力，也是拢总听无。所以遮耳孔听袂清楚，也搁分做2种族群。一种就是无讲口语，敢若用比手语的方式，嘛认同家己是臭耳人的族群。其实因的生活无碍。只不过因是甲咱无相共，因用另外一种语言，就是手语。也阁有另外一款族群，就是一般讲的听障，听有听无的听，障碍的障。这群人真侪是挂助听器，因会用口语甲别人沟通，因嘛无一定爱用手语。即马看起来，因为科技咧进步。所以真侪耳孔有问题的囡仔，因为因的爸母拢会晓听会晓讲，所以互囡仔学手语的就愈来愈少啊。现主是45岁以下无学过手语的听障袂少。对这个人来讲，因是用看字，也是看别人讲话喙形，佮斗较好的助听器，比手语较重要。当然，斗助听器嘛毋是拢总无歹处。所以到底是要互一个囡仔学手语，也是挂助听器？这个讨论真济嘛真复杂，我伫遮都无详细讲。毋过有一个挂虑，就是讲，若安尼手语甲别种语言相共，敢是真紧就会无去。过去因为自然手语甲咱讲话字句无相共，有教育学家也是爸母认为讲安尼会影响到这个囡仔去学别款语言。毋过甲讲母语相共，后来研究就发现，若是囡仔较早学会晓手语，伊就搁较早学会晓一款语言。这对囡仔未来的发展，尤其学习另外一款语言是有真大的帮助。另外一个研究较重要的是讲，手语这个语言是用看的，毋是用听的。所以研究者就发现讲，会用手语的囡仔，因对空间的概念比一般听话囡仔比起来是较好，因为因自细汉就习惯看人的表情变化，甲看迄手伫空间是安怎在震动，所以因大汉了空间概念比别人较好。这嘛互我想到讲，有的人会特别去教红婴仔手语。前2冬疫情的时阵，政府直报。有人就看到手语的翻译员因无挂喙罨，引起真侪讨论。结果全台湾22个民间的人人团体就出来讲，手语是爱用看的，
手语翻译人员的表情，就像咱讲话时的开口甲声调，若是挂喙暗，就无人看有啊。现主时国家语言的推测主要是文化部咧负责，毋过大家印象中的手语煞算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。即马有资格有摕到执照的手语翻译人员，伫全台湾敢若400多人，内底有摕到乙级的敢若52个人。即马无论是法院、学校、病院，也是真侪专业的所在，其实拢有需要这项服务。手语是国家语言，所以照理讲，学校就要开课。教育部嘛有定台湾手语的课纲。毋过，我是毋知影有偌济学校即马有咧开手语课。即马全台湾敢若400个人有手语翻译员的执照，这个人敢真好找工课？其实嘛毋是安尼。按照过去的报道，这400个人无几个是专职的手语翻译人员，因拢无法度靠这项技术生活。手语翻译也是教人手语，拢敢若是兼的。因为社会上普遍拢认为讲这项服务应该是做爱心，毋免钱的。今日节目先讲到这，伫6月18礼拜日的下晡有一个活动，要请大家来去百货公司坐流浪讲台语。我会伫台北敦化南路的远东所五百货公司内底，用台语甲大家开讲，分享我做这个频道甲学台语的经验。这个点外钟的活动是免费的，毋过场地关系限20个人，请大家去找潮人物廖人物伊的面册报名。也阁有一个消息是，顶个月王仲宪老师的册《台湾台语俗谚鬼神记事》已经出版了。这本册内底会按照鬼神来介绍台湾俗谚，像有妖鬼。伊会先写一篇故事来介绍这个鬼，先台语版也阁有华语版，刷落来才说明3个甲妖鬼有关系的台语俗谚，真趣味，大家会使去册店也是线顶买。恁若是对这个节目内容有任何的想法甲看法，拢欢迎写批来甲我讲，或者会记得订阅，也是追踪这个节目，推荐给你的亲戚朋友。也是伫平台留五粒星甲留话互我。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小解内底有ECP连结。真感谢大家收听，我是贤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